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0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日添266例本土到情报89例，死亡人数各加10个人，已经超过100个人过身。台北市进行4级警戒演练，指挥中心甲高文哲拢讲，疫情有控制，目前无封城计划。18县市化大雨大水雨直报，彰化鹿港老街天后宫今日拢落甲做水灾。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国内增加266例本土，甲89例到境报回来个案，另外增加10个人死亡。对今日的数据看起来，双北的确诊人数是有比前2天较少淡薄啊。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这是3级警戒的效果已经出来啊。不过，因为病毒已经进入咱的社区，就算讲注疫苗了后，可能嘛演变做流行感冒迄款，也是会有懒散的个案，无可能完全降得去零确诊。国内30礼拜新增加355例本土的个案，包含89例校正回归，也有一天266例本土的个案。其中以新北市193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85例，桃园市24例，苗栗、台中、彰化各9例，贵人是8例，花莲县6例，南投有4例，嘉义3例，连江甲台东以及宜兰，也有新竹市甲高雄市各有1例。指挥中心分析，新北新增加确诊数降到200例以下，台北市也降到100例以下，显示这轮3级的管制做法初步是有效的。目前并没有封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打算，我们现在还是好好的把我们的3级警戒把它做好来。那至于在现在经过2个礼拜的一个3级警戒，到目前的个案数看起来它似乎有一些效果。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它的一个效果还是有一点言之过早。但是中讲，就算未来疫苗普遍来注射，严格病毒已经进入社区，无可能清零。本土案例也是有，未来可能流感化。即笔无大规模传播，就算成功，而死亡病例新增加10例，总计本土的死亡个案是109人。另外，也伫治疗的确诊个案内底有180位使用呼吸器、2个叶克膜。因为医疗量能真严，这种快速检查阳性的人，依照症状安排后送，就算无症状，也一定至少隔离17天。前是说有这个10天的这个比较是具传染力的这个观察期是像我们有解隔离的条件，也是要距发病满10天。那如果无症状的人，他在家可以居家隔离的话，就是从他采检阳性日算起要10天。中间如果有住院，那也是住到这个满10天的时候，再解除隔离到家里面，再维持居家隔离所以这17天基本上是一个预开的动作。那在这17天当中呢，会有这个电子围篱，然后也会有关怀的机制。为少民众烦恼，隔离等待后送时避风转卖要安怎？指挥中心讲，已经紧急采买指针费用的机器，有加16个车厘送到各地卫生局，予特殊隔离的民众来使用。另外，北中南的加强版集中检疫所也拢有备有相关的设备。统计这波疫情内底，即阵各地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已经收治1979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双北算是疫情较严重的所在，所以今早起台北市做疫情进入4级警戒模拟演练。台北市长高文哲就表示，因为市民配合防疫，暂时无要封城，不过也是爱先准备起来抗。另外，医疗方面，这2天台北的3大教学病院的专职病房都会假日。目前是没有封城的危险的不过一些该做的，我们还是一些计划书我们还是给它定好。台北市政府礼拜透早模拟已经进入到4级警戒，兵棋推演，内容包括着停班停课，市民除了医疗、买食物，还有必要的工作需求以外是袂当出外。另外，伫个对外桥梁，还有高速公路，是来设71个管制点，禁止车辆进出。公车接运嘛袂来看双北市的营运。另外，物资的部分稳定米、肉，还有卫生纸等等16项民生商品的不价，并且嘛有够的蔬菜供应量。另外，传统市场的营业时间会来限制，嘛要求卖场来维持社交距离。医疗部分嘛强化检疫所，还有专职型的防疫旅馆，并且嘛提供稳固看诊，还有送药到厝的服务。另外，收本数时间嘛减做每礼拜3天，并且强化消毒。
官田嘛透露，过去一度想要来封锁万甲，不好到在即马台北市已经算是有效管制。另外，台大营总还有三总专职病房，这2天都会来准备完成。全台北市专职病房会来到1300床，防疫旅馆会来到1800床，会当营运即马疫情。轻症的住防疫旅馆，那比较重症的才去住医院，那真的很严重才是住加护病房。只要我们不要在这个病例数再扩张的话，应该目前就整个医疗体系已经准备完成了。医疗体会当稳定运作了后，官铁讲啊，最后就是等疫苗咯。既然疫苗的预算都已经编了340亿，那就去执行啊，赶快做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中央政府对付新冠肺炎如果能够像对付柯文哲这么用心的话今天就局面不会搞成这个样子。官铁强调，3级警戒佫需要一寡时间，上短时间互大部分市民来拍疫苗是即摆的战略，问题就要看佫会当冻偌久。官铁认为关键还是要看中央政府要安怎加紧处理疫苗的进度。记者张志勇、陈柏如台北报道。今日新北市加126个本土，到政府部67个人，是咱全台湾上济所在。根据统计，确诊者上接惊打的就是传统市场甲大卖场，所以请咱的观众朋友尽量到这边买较济咧，减去规则，减少人客人相会风险。另外，有一寡民间单位表示，愿意倒买疫苗，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呼吁中央，莫阁继续刁难，赶紧引进有风险。唔好去人刁难啊啦，较紧的啦，救苦救命的啦。你若去慢入来，唔知要去走偌济人，黑拢我的新北市市。新北市长侯友宜愈讲情绪愈激动，受到确诊者真侪拢受慢性病的老人，国内死亡案例也继续增加。伊类民间有意要协助来买疫苗，那中央坚持要统筹，脚步爱加紧，防疫爱甲时间来比赛。新北市新增加本土确诊126人，高症回归67人，以新增区上最有20人，总计总确诊人数3309人。3伊要在树林17甲5个加开列区防疫中心，统计确诊者卡列，其中是以菜市啊，也有卖场是上多。第一名的传统市场占38%，38%，卖场占28%，公园15%，其他各场所19%。因疫情真严重，台北市进行4级的兵棋推演，新北市也重新修订幼项，若要进行4级的封城，已经列出8项关键基本的必要能力，包含公务人员、民生物资、生产供应、运输物流、通讯资讯科技媒体甲物业管理保全等。侯友宜强调比例不用，同时也因为新北市跨足台北、归人甲桃园，也向科学联防来准备。不过中和疫情继续扩大，包含某一个空服之间发生互相烧毁事件，卫生局证实确实有这个代志。总共有39人，那有29人是阳性。这个机构呢是有群聚感染的状况，所以目前呢是启动清空，我们会将确诊者呢送往集中检疫中心或者是医院。那没有染疫的呢会送到这个防疫旅馆。中和分局有2名警察去围钓，警方证实是交通分队的同仁。北去快速检查站采检是阴性，不过 PCR 检测是阳性。包含派出所要警察车顶拢在第一时间来进行消毒，并且安排全部100多名的警员进行快速检查。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今日增加24例确诊，其中龟山清洁队烧毁事件已经有8人去染到，市府赶紧调脚手来到清运本所。也若是家人迄边是增加8个病例，其中一个案例可能是去甲厝边开讲才去挖到，所以家人市长林佑昌就呼吁讲，这段期间拍麻将去甲厝边开讲，这寡行为拢是无应该的。防疫期间，伫咧厝里想要找一点仔代志做，有人会招朋友拍牌，有人会去厝边因兜开讲。不过安尼恐惊会造成防疫的空棚。家人市30新增加8例确诊，其中暗号7965是一个50多岁的女性，因兜对面的厝边因为有新北的确诊者捌去因兜食饭，一家伙仔4个人全部拢去互挖着。市府嘛讲暗号7965清早去对面厝边因兜行大，因为安尼伊嘛确诊。市长林佑昌呼吁，就算是甲厝边甲朋友拢无应该群聚。我觉得如果这样子还学不乖的话，是真的值得大家共同来谴责，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娱乐的事情不急于一时，不要人家在打防疫的战争，结果你在家里面玩。桃园市府呼吁民众，唔通甲朋友、甲亲戚群聚，嘛唔通去菜市仔拍拍照。
桃市政府要加强稽查50个传统市场，敢有落实实联制，还有人流的管制。若无符合规定，就会要求爱随暂停营业。也若桃园30新增加24例确诊，其中龟山清洁队、新华队部的群组感染，增加到6个队员2个亲人确诊。目前市府按算的加派人，还有车来支援收粪扫。支援了10辆车，10个司机跟10个队员，以这个专人、专车、专区的方式，支援龟山。我想龟山这个垃圾清运，能够正常的进行。目前收粪扫也是照常伫咧运作。不过资源回收还有喷，是采用较有春秋的方式来处理。龟山清洁队群组感染，目前也有91个人居家隔离。也若清洁队员敢会当优先来做疫苗？市长陈文灿表示，第一批已经有200个做消毒勤务的人员伫咧做疫苗的名单内底。也若其他的队员伫咧后一批的分配，会争取甲因列做优先做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落南来看中部，台中今日增加9例，有5例甲北屯的家庭小话有牵连。也若是中华迄边，水果乡的家属佫加3个人确诊，也佫有另外一个口仔拢总有4个人，因为有屏东去对台中去因兜拜访，所以规家口仔4个人拢总确诊。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去大坑的前进指挥所，了解快速体检上新的情形。因为台中市府30公布新增加9个确诊的个案，其中5例跟北屯的家庭群组有关系。它有这个扩散、升高或跟社区有密集接触的话，那有这种危机，我们就会设前进指挥所。台中市府表示，到目前为止，北屯这个家庭群组包括还未领到暗号的，已经为7个确诊，累积到13个确诊，其中还佫有1个住伫网咖的朋友过往，嘛有人动症。根据市府的统计，到30为止，确诊的人数有124个，有79个是甲家庭群组有关系。也若伫咧南投埔里，嘛发生家庭的群组感染，地区有4个人确诊。然后曾经在5月15号北上，到台北去往返台北跟南投，那期间他们工作完的时候，有在台北有聚餐啦。南投县卫生局表示，上先确诊的3个人拢有北部的活动史，其中上先去喂着的翁仔某，登去厝认了后，佫为互做伙大的后生。也若彰化嘛是新增加9例，累计已经有144个人确诊，其中特别爱注意的是台中有1个人去彰化朋友因兜做客，造成彰化这规口罩4个人交拢确诊的案例。当别的县市疫情上升的时候，它就会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带进来，所以这是个警讯告诉我们说，中台湾这部分的传染链怎么样去做控管彰化县府表示，包括卖水果的传播链有3个家属，伫居家隔离的期间发病确诊，目前拢伫会当控制的范围内底。不过，除了台中有1个人去彰化做客，社交传播的感染，也佫有为离岛的妈祖去彰化拜访朋友地区确诊的个案。另外，苗栗县嘛增加9个确诊的个案，拢是因为甲进前确诊的个案做伙泡茶有关系。呼吁应该加强人流的管控，也佫有减少社交的接触。记者综合报道。南部地区嘉义县增加3例，高雄1例，屏东台南无增加病例。但是因为屏东县内有彰化确诊者捌去过，县府煞伫咧昨半暝才接到通知，所以赶紧派人消毒，而且屏东县府嘛开记者会，呼吁各县市都要注重通报，防疫才做会较全。确诊者去过所在详细消毒。嘉义县礼拜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是进前泡茶互相烧话感染案件接触的亲戚朋友。这3例拢是互确诊者案例7674画着，分别是案例8175、8084、也8083。县府强调拢已经消毒好啊，也传出案例8175捌参加当地宗亲大会，理解接触者敢若无妨包含在内。27个要创啊，拢要过去做快筛，卫生所拢同意。是同样在这个系统里面所后面裁剪所引发出来的，也就是按7674他的弟弟跟他的老婆，还有按7674他老婆。县府讲，案例8175接触者拢会列出来，也要求快速检查。除了嘉义县、嘉义以南，只有高雄有1例确诊的病例。5月16号、5月17号、5月24号、5月25号都在双北这一部分有旅游史。那在接触史的部分在台南这边有个很明确的一个群聚的
感染事实。高雄市表示，这个是案例805，台南的厝内底人有4个人怀着，涉及高雄伊8甲厝内底人接触，也到上8路有过，即阵已经列出接触者来采检。另外，为着避免菜市啊真侪防疫破空，市府也对3月开始要求民众依照身份证的字号来进行分流采买。假如是13579的单数，那是每周3、5跟礼拜天去采买。好，那假如你的身份证是02468，那你每个礼拜的246去买。另外，屏东虽然无确诊的病例，依然是大小多，因为官府2到半暝才接到通知，讲有彰化县的确诊者来过屏东关。还是透过我们疫调人员抽丝剥茧，在讯息上看到有这样的讯息，打电话访问彰化卫生局的时候才知道。官府赶紧派人消毒，也呼吁各县市政府重视反向通报，避免出现防疫破空。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方面的影响，气象局发布大水豪特报。虽然大家是拢真欢喜，总算落雨啊，不过彰化嘛出现淹水的情形。气象局就提醒，云林、嘉义、北台南爱特别注意新一村的方面，天公雨可能会愈落愈大，时间嘛又较长。天顶雷公醒啦，山内就落大雨，中部地区透早陆续落大雨，其中彰化雨势更加明显，落港的老街变做小河同款。有名的半边子拢雨水淹去啊，老街矿场排水栓塞袂赴，变做大水池。离鹿港天后宫的天公炉规个是泡伫水内底，岛啊也淹甲真悬，当地民众赶紧来清理，讲落雨虽然真欢喜，也毋过是一粒落伤大伤济咯。哦，落雨是真好啊，问题就是甲你讲，都按出来拼，你甲看下。只是不要那么大就好了哈。对啦，哦。伫咧嘉义啊，落大水雨，外海的布袋市区规路拢淹水，当地赶紧来抽水。整个那瞬间下雨，大概20分钟，就整个都淹上来了。雨落甲真急，阁真大。根据气象局7站的资料，彰化、福兴、秀水甲埔盐雨量拢超过100公里。经由雷达回波图来看，这阵方面才影响中南部的地区，也过云林、嘉义甲北台南必须注意新一波中秋度对流系统移入。气象局对18个县市拢发布大水雨特报。影响的澎湖跟台中以南到高雄地区，还有南投地区。这些地区有许多地方都有达到短时强降雨的大雨的标准，甚至还来到豪雨的标准。气象局表示，其中南投彰化、甲嘉义台南更加有机会出现强降雨，台中苗栗也有强对流，慢慢刷入去山区。离桃园台北归人也迎接一波较大雨势，估计一波方面影响到拜二到30，中部李鱼潭甲德基分别剩1%甲1.3%的跳水量，南部的詹文甲南华这水库跳水拢无到1成，希望这波的落雨会使小可缓解这个水情。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袂少县市长甲企业拢表示讲要家己来买疫苗，不过指挥中心是强调讲要由中央统一来签约，嘛爱通过药证的申请。不过即马所有网友发现讲，3月份有一份文件写讲 BNT 疫苗已经通过紧急授权使用，今日疾管署所甲文件拆掉。咱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迄是因为5月初3时阵接到 COVAX 的通报，讲袂阁提供咱 BNT 疫苗。即马本土疫情严重，包括南投、云林县，还有鸿海，虽然说发出要家己买疫苗，其中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人面册讲，永龄基金会会申请500万ton德国 BNT 的疫苗，为德国空运直接送来台湾。我们欢迎大家来，但是你总是要把你要引进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要来跟我们讲清楚啊。英国指挥中心一直强调讲，进口疫苗都要申请药证。不过有网友讲 ，BNT 疫苗早就已经摕到紧急授权，这个官方的文件煞伫咧30半暝互换掉。根据疾管署3月初10驻疫苗意愿书内底指出 ，BNT 疫苗已经通过 WHO 后面还有台湾紧急使用授权。想要到5月30，疾管署重新上传新的版本的文件，内容内底甲 BNT 汰掉，敢若留 AZ 疫苗的说明，引起大家质疑。在整个的施打的计划里面，是有包含 Pfizer 跟 BNT 这样的一个厂牌了，但是很遗憾的，到5月3号被通知说无法供应。所以那个疫苗接种书也写了，让我们觉得说那也不需要说特别怎么改，但要改也可以。如果有民间可以去买到 BNT 或其他世界上 WHO 认可的疫苗，卫福部应该协助赶快的紧急授权才是，设下这种不合理的
关卡。指挥中心讲，注疫苗意愿书是针对驻文采购疫苗做事先的准备，但市长强调讲，原本年初 COVAX 要按算甲 BNT 疫苗列入去配送给台湾的名单，不过5月初3接到 COVAX 的通知，确定无法度供应 BNT 疫苗。因为预计7月底要供应的2件国产疫苗，敢若做到第2期的临床试验，外界嘛质疑国产疫苗的效果。但市长表示，国产疫苗第2期的临床试验有4000多个案例，安全性是无问题。到目前来讲，我们没有是说2期它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希望它能够成功。确效上面当然没有比上这个所谓的完整的3期，来的那么的完整，但是也是在科学上可以被认同的。另外，指挥中心要拼10月底，达到民众注第1档疫苗的比率有到60%，也就是10月底进前要有1400万人注疫苗。有医师算的，等于是为6月份开始，每天至少要注116000人，才赶会赴这个进度。经疾管署署长苏益仁认为讲，上大的困难也是外国的疫苗供应的情形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三级警戒无解久，请大家就要较配合咧。若是疫情大爆发，都毋是2-3礼拜会当解决的啊。毋过伫咧家己的水上，煞是佫掠着有人咧拍麻将。警方到位的时阵，现场的人赶紧甲麻将机啊收起来，拢是有挂喙罨。毋过这个行为也是违法的，罚款30万。警方人员伫人济所在宣导防疫观念，希望伫这段时间民众莫有群聚的行为，避免造成疫情的传播。不过，也是有民众违反规定，伫厝内群聚拍麻将。水上乡有民众非法聚集，那经过这个就是陈情通报之后，警察单位也确实发现有5位以上的乡亲在屋内聚集。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处以30万以上的一个30万的重罚。警方表示，接到民众定情，到现场发现厝内有人群聚拍麻将。虽然现场大家拢有挂喙罨，但是嘛是违反室内袂当有5人以上的群聚规定，将处置移送卫生局。警方表示，为避免任何传播的风险，这段时间也是请民众尽量莫出门。尽量莫出门，去泡茶嘛是有3点的风险，拜托大家用心。这段时间好好保家己，暂时顾好，暂时就是保家己，保咱台湾。国内各县市逐天也是有新确诊的案例一直发生，各机关嘛因为泡第2感染情况，卫生局表示会甲警方配合加强处理违反防疫禁令的代志，嘛请民众家己要有防疫的观念，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着降低新冠肺炎传染的几率，即阵嘛政府是规定讲，所有卖食的店头拢袂当伫咧店内食物件。为传统的小食摊人客就变真少，不过本地就以外送为主的店头生意就无啥影响。店头家无用准备食材，这拢是人客预定的饭包。即阵国内新冠肺炎的本土疫情严重，民众除了选择家己煮，无就是包装厝内或者是点外送。基本上内用的基本上就是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外带的量比较多。传统小吃店他们靠真的是走进来的客人，所以真的是有差。我们外送或外带比较 OK。为了防疫，店家嘛将出餐的地点刷到门口，嘛尽量请人客钱传拄好，减少找钱时阵接触的风险。我们尽量请客人帮我们用小袋子装起来，所以我们会在外面先喷一下酒精，再把它拿出来。但我自己收的钱，我也会把它喷酒精。酒精、喙罨甚至挂防护的目镜，店家自发性做好自我保护。政府也规定，无论超市、超商、大卖场、餐饮店，全部暂停内底食食的服务。我们通通要请你用外带的一个方式哦，禁止在这个透过吃饭口罩拿下来产生群聚，那引起不必要的一个这个传染哈。餐饮业者配合防疫措施，做出营业调整。传统小食摊因为人客消费习惯、生理差真多，那原本就针对外送服务的店头影响程度较少，但无论是外送也是包装厝内食，同款要注意清洁消毒，才会当有效降低病毒的传染。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27度，中部地区23度到28度，
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24度到30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20度到30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